大家好，今日講一講澳門一日遊，主要目標係東望洋嘅燈塔。我哋由南灣花園開始，一個葡國嘅園林，非常之優雅。一路上經過舊區，嗰度有好多舊建築物，同葡京嘅景色形成咗強烈嘅對比，難怪好多人喺嗰度打卡影相。過咗東望洋酒店，就係東山徑嘅入口。登山徑入咗去之後，已經聞到大自然嘅氣息。頂部係個軍事堡壘，非常之險要，同埋亦都見到鼓炮嘅遺跡。終於去到最顯眼嘅地標東望洋燈塔，佢係中國歷史上第一座現代航行嘅燈塔，非常有特色。教堂嘅隔籬，唔係燈塔嘅隔籬有一個細嘅教堂，雖然唔係好大，但係就好有歷史價值，入邊都揾到唔少嘅遺跡。參觀完之後，我哋落山，途中經過咗葉挺將軍嘅故居。葉挺將軍嘅大名平時聽唔少，但今次係第一次參觀佢以前居住嘅地方，入邊都幾整齊，好多嘢都保存得好好。以前嚟澳門淨係去賭場，今次專登安排咗一次文化之旅，獲益良多。今集就分享到呢度。如果鍾意呢個視頻，記得讚好同埋分享同埋訂閱。